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骨貓 Chila 嘅頻道。今日骨貓 Chila 會同大家分享一段喺4至5年前發生嘅恐怖睇樓經歷。嗰次骨貓 Chila 同屋企人去睇樓，去睇一個20幾年樓齡嘅大型私人屋苑。一入到間屋，四周圍都陰風陣陣，成間屋都昏暗無光。其中一間睡房嘅門，無論點樣嘗試都打唔開，好似被無形嘅力量封住咗咁。佢哋只好放棄，繼續睇埋其他地方。後嚟喺客廳同地產經紀傾緊樓市嘅近況時，嗰間房入面忽然傳嚟咗一把沉重嘅嘆氣聲。在場嘅所有人都聽得一清二楚，地產經紀嘅面上出現咗疑惑同恐懼嘅表情。佢哋好驚，就急急腳咁離開咗間屋。骨貓 Chila 返到屋企之後，喺網上發現咗一單新聞，喺同一棟大廈同一樓層，數年前有一名男子喺睡房入面吊頸自殺死咗。救護人員當時用咗好耐時間先至將睡房道門成功打開咗。如果大家都中意骨貓 Chila 講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follow 以上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